说，急步匆匆回州自杀岗。记得去年出差东京，我打过手。此往东京都在2月，少则50天，是要回来目的。今朝惠州杨过有一手日家已经3个多月了，所以先到俺们里向见过小差。现在打成俺们日本自杀岗，刚刚打进自杀岗，搿自杀岗的航口一般拉着地。拉桌底里向老板2只手刻了个巨台浪向对外头浪看，现在又看副手，都对啊，高龄啊，都对啊，你哪弄到今朝就讲，真是，都对呀，你考得就去吧，你大哥啊，哥哥这么样不了，你大哥你的啊，进来，我出几巴掌，没事体做啊，有你身上取经杀家，进来2块水钵。倒倒看。都你快点收起吧。不对的是你呀！刚从俺门口出来，许多当场看见我，有2个不做身体有病，有2个有闲话要想等我说，但是也不敢。老百姓看见我，才是惊恐至深。来听你呀！你大哥说话之中神巧气，不由无松暗称奇。他约一不女于内生，莫非家中生是非？我里出啥个事体噶？哎，人家已经走来了。有啥个事体，让惠州去问阿哥谁晓得噻？对，这倒是离开自家屋里为10几家门面们，我还让谁定身子定睛观看？看啥？看阿哥啊！因为去年我出差东京路过狮子桥，阿哥等我说的，是好兄弟呀！这阿哥也走了狮子桥面浪向等来的。等来就来，你2家头到狮子楼里向去吃特几杯了，我个好兄弟呀！刚才路过狮子桥，分口就阿哥，再一想么对子，我这里哪说？该趟去都得2根个，12点50年是要回州来。阿哥哪晓得我今朝走？我想现在阿哥啦，肯定在屋里门口，一只手搭了门框浪向，让等我走了。真是为叫一门配房，这附送千几的个阿哥哎，惠州去看已经来不及了。离开屋里10几家门面们，带我看真是为不可之意，有口精神。看见的啥？自然家黄埔茶馆的隔壁自家屋里2扇门关得紧紧的，门口阿公你不？非但你不，而且门口的竹丝帘子还挪脱了，上头加上钉个白布马飞啊！这附送有这奔过来人大浪家一手举起来要想帮门，嘿，老虎都当得啥个英雄啊！现在手举起来要想帮门，你不给他勇气。门浪上钉到白布马飞，肯定死脱人了。我屋里向只有2人。一个阿哥糊涂了，另外一个叫嫂嫂潘经理。现在叫2贼必出奇呀！我旁门不晓得里向啥个声音来的，是个干门，哥哥开门来，兄长开门来。当时里向还是好兄弟走着，老女走着啊，这阿哥看我啥子？为啥死脱的是嫂嫂？那不是我良心不好，我谁该这样一个阿哥啊？阿哥从小我偷渡，我对里人样子敢敬重的了。去过旁门，里向可是叔叔回来了么？死脱个是阿哥啊！所以父叔不给他勇气帮门。哎，门中国也办法，想到给他睡，
到门了，两扇门用不上来吧？里下分手叫虚意，门嘎噔开，附送两道目光，嘘，忙到里向嘛，撇得一道门一扎领带。这些人光个附送卫生是一步两步大生气了，两桌一男人穿到里向打，领带浪向把位奴到水里向带上头一看，清清爽爽七个字，哪哈七个字？仿佛武大郎之威。哎呀，狗狗啊，兄长呀，不，倒身下跪，狗狗啊！墙的后腿可成生人兄，等着同上身。纪灵的世纪兄长命，仿佛是狗狗的声音，在耳部分。我们会不当丑，听兄长话。你叫我到底不要当，宁可谁家门，谁不得我儿到东京，这怕是比例后生在相亲，不了狗狗西风是至于那伤病的人后本空儿一封生一人生，好大确认一种血。为什么静悄悄，不见不够神？不对，我啥个样子哭法，30人呀，30到啥地方去了？那流浪啥地方下来？不了流浪，你到哪搭去了？别哭。把位领带浪向把一把好人立起身来，好了，上一容易了，这大家真要想大丈夫体，加油说出来。流浪30房间，阿哥活了啦，几次听我上来，我才问上去。现在阿哥死脱了，我哪可以冒冒失失闯到30房间里向去？可么我不上去，这30到底阿拉流浪呢？所以扶手。谁等了楼梯下面对阵子流浪些，
嫂嫂啊，嫂嫂，嫂嫂，大喝声声嫂嫂。我们说流浪阿姨年年，哪位明白？有两个，一个潘经理呀，一个西门母亲。我们说西门庆哪位来个呢？今朝里这位的潘经理送一套衣裳来，记得看上刚刚下来，擦过上身。现在到流浪，衣裳交给潘经理，自家身浪向个就把火把这个鞋子呢下下来，门背一过一过喝，人最得吃力在，上浪向忘脱一些，不拘束个，有啥拘束个？都自家屋里养个。你们忘了上浪向，搿双眼睛盯了只潘经理，来啦，看。搿么潘经理呢，受了个一家临床，辣辣肚子没分。侬身上把布衫把布裙脱下来上浪一动，侬西门庆刚才送得来搿身新衣裳着上身，漂亮。上身安过了彩头兜啊，下身安过了彩头太裤，脚上一双深绿颜色的鞋子，上面是翠绿色的平底梨花，眼里梳一点墨绒颜色的后巾，浑身碧绿，耳朵旁边插一朵雪帕的红花，格来人家翻了丛中一地红，头浪向还插到了彩桂水色。现在单针子金子们往上面插上去，金子稍微移一移，目光了里向翻查过来，单针子的西门庆，插了疙瘩，啊别致啊！老公，人要衣裳，不要紧张。这个女娘精神装备更加好看了。要进去手指，手对上衣浪向啪啪。你说，过来，手推一下。潘经理梳妆台门前，多路不知身体。嘘嘘嘘嘘。搿只脚刚刚到西门庆上门前，嘎噔儿，搿潘经理带西门庆忙嘛？哎，也是刚吃上来，门分手啊？分手？大官人在此，怕谁？什么？哎呀，牛本高头行为闲话沸沸扬扬，几乎难听得了。你拿什么粗心上来门手不收噶？好了好了，我下去收拾啊。嘘嘘嘘嘘，搿只脚刚刚打到门跟上。哎呀，哥哥啊，兄长啊！搿潘经理哥哥一下魂不知飞到路搭去哇！说说之来着，所以眼睛路门背刚才西门庆偷下来搿件白花发的衫子，打挪到水里来不及手过去沉水一抖，说说来了。西门庆啊，刚正为了往来，大官人在此，怕谁？什么？现在听见父兄哭一声哥哥啊，搿上浪向哪会忘得了啊？他盯住一男人杀手个抽起来，侬公正潘经理倒过来搿件把花把这个衫子，打再到手里向，好了，身浪向披一披好。所以侬公正潘经理脱了上浪向个白布衫、白布裙，挪到水里向嘛，望正潘经理该打。潘经理再到水里，两家的慌不慌个衣裳都来都去，像都来就发门，怕死还等一会。西门庆要给打上一部水打，冲对浪向一打，那预备跳楼啊！身浪向衣裳只好预备跳下去，对下头一看嘛，哎呀，一家彩花，我哪天我跳下去一声音啊，等于告诉父兄我败了，搿父兄一追个，搿不等了流浪。父兄要上来个，瓮中捉鳖嘛！
对不过来对潘经理一看，侬这个衣裳眼瞪眼来做啥？傅松回转来看见领队，看见排位哭昏脱着一样，连不是一惊哭下去，哭要不哭个样，不哭背摇顶上来身上，乃是弓上呀身浪向扎得白白落，身上的衣服，潘经理如梦初醒，眼睛路上身，阿哥路菜头都啊吐来，地上一倒。侬西门庆刚才夺过来个八步山八步军扎上身，西门庆要紧打上一步，扎潘经理臂膊浪向一把扎了，嘴里向那高里句话。傅松门的规矩，你会得规矩；傅松门的规矩，你会得规矩。嘴里向么高里句话，搿只水努力地浪向个菜龟水上红火，样样把我来猛针地上倒。潘经理对浪个菜龟水色，刚刚自家插上去的，清水清洁的呀。现在西门庆努力把我来么松水中加硬水硬加，菜龟水怎么拔脱？对方拔脱不是呀？亲弟呢？把衣裳的鸡粪擦给人。都看没事，来不及着，所以打君子撩起来嘛。错卡得来，狗卡卡不脱哎！脱两朵三头不是要区用得上。米库拉一只虎粉卡脱，要想侬下身搿点安咕噜菜头太可脱。来不及了，嫂嫂啊，嫂嫂。他一声，答应一声，你不答应你叫什么个？答应一声。啊，叔叔，女婿来了。西门庆等到句话过后，潘经理头浪向菜龟水啥时候扒光？要紧打上一步到门跟水，手气一气脱。潘经理刚门打开，搿只脚高高想跨出去，跨不去哪可呀？要紧去头巾里向手指拔下来，用足力的手对潘经理屁股浪向拉起来，啪！杀了一口，不哭个样，不哭不像的，要想不要哭，要哭不要哭，哭！那孩子半日刚中下来了，看你稍稍无泪，傅松人倒退几步对旁一拔，门上一个米的，啥个米的？脂粉米的，搿么不错呀！刚正蹲在楼浪向大脂没分，那个脂粉烤的香米烤不脱的，香味人在。俺家楼浪向滴答之中冲下来嘛，呜！一阵风，真是为味道人人三分香。潘经理深入营地，啊，叔叔啦！那么傅松刚你觉着奇怪了，奇怪的啥？只见他云脚蓬松。面红耳赤，衣衫不整，须出风冲。嫂嫂啊，你来楼上这人家啊，叔叔，大人死得很惨呀！俺的哥哥死得好不惨，阿哥肯定不是好事，啥叫丑啊？丑不人斗啊！肯定把人家害杀谋杀到啥伤死，这个叫丑。那么傅松能够聪明的，俺们里想当公子干，今朝其他地方门了，那去找了这个丑事。嫂嫂啊，你说我的哥哥他死得好惨，惨得怎么样啊？嫂嫂你讲啊，嫂嫂你讲啊！哎呀，可以冲啊！我哪可以讲死得丑呢？那么你听听看呢？把你打对子砸来，我也讲死得丑，丑的呢哈！这我哪讲呀？那么西门庆刚刚改了一句话呢，谁吓脱着？不来上山什么全部吓光？呀！
真杀去身，吓得我带不起对，可不吃身。这么，你婚后其实腾腾头，你有何不讲啊？讲啊！是。你去你因公到东京去。我骗啥人啊？我等了屋里眼上菜等我个台子胖胖了，我最疼得两下就会得相爱相亲啊！干嘛要少抽理费？让你讲，我看那个句话讲到啥辰光？啥吧？江夏不成？是。为非都更是心痛病呀！心里想想啊，哪副眼子把我老来子个对子呀！俺的哥哥心痛，我病是心痛病居我。我从小就得阿哥等了一大个，
阿公人嘛在里送两不心痛毛病，心痛病干嘛要说错理？那位还是我阿公不心痛病的，爹，让你讲，等你讲我，我来垃圾的门门里，嫂嫂啊，他妈你比真香么你？啊，叔叔，我当时觉得心思乱。巨神灵，好不轻易服从。啊，叔叔，我本当请大夫汤药喷，这位家中母与不分明，哪有因谁来请先生？屋里下穷，请不起。我怕灵验之时，不是留下坟茔二十两，到哪里去？哪里啊？啊！我邻居个人，我发我领1两银子到罗大去了。一发达里讲，谁不话不骗得起这位？家，哎别哭，讲去。是，我没办法呀，你逼得我闲话挂来嘛，我只能哭呀。你不逼嘛，我讲呀。大兰是西平历史，病后痛。话婚神人得谁君？非结天命，否命。什么？我的哥哥亡魂归家，非结天命，他去放狗了。是，那么嫂嫂吧，狗狗的伤势哪有够了得的？多亏几笔话给娘连理的。王某，是。傅松山上对49位有口啊，家你觉着奇怪？奇怪的啥？领队8位，就剩500个邻居呀。阿哥哥鼓励你，嫂嫂啊，我家狗狗的官方么也？实话的咧，谁人说话的？一个土工，他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姓侯即侯举。他的家是哪里？哎呀，我家不知呀。嫂嫂，你睁大了眼，看有个清楚，俺母儿是干什么的？叔叔是衙门之中打工日的。真是，我是衙门之中当公事的，不幸遇了冤枉，我要与他生有来往。真人，你是我的狗狗，你是生心痛命死的无双百姓。我去打他，倘说狗狗真的你是生心痛命死的，伪则罢了，说是被你暗算一枚。嫂嫂啊，嫂嫂，无双神等你是我的嫂嫂，这怕无儿，这可以高到山下，神不得你是我的嫂嫂。他们夫妇要杀手杀亲，为啥到此结束？请听我道。